再来看台中的火力发电厂，伫2023年，台中市环保局稽查发现讲，因排放的水违法超标4倍，罚款36万块。台电不好，认为讲采用的过程有问题，药品去受到污染，所以提出控告。怀疑最近是判台电胜诉免罚。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，因未搁再上诉，会来加强采用的教育训练。用水桶伫放流口抢水。才甲水倒入采样板，规个过程拢照龙影做证。台中市环保局稽查人员伫2023年10月去台中火力发电厂检测，测到放流水化学使用量超标4倍，甲台电罚36万。台电控告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勘验影片，发现采样有欠点，检体有可能受污染，判台电胜诉免罚。不是取样的东西去污染到，或者是取样的人的手指，或者是怎样去接触到那个样本，那个都是不是标准的作业程序啊？台中市环保局来检测的标准是原来标准的4倍之多哦，那个差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当然是觉得有疑虑嘛。台电公司讲，台中市政府检测迄天无通知电厂的人来现场，影像内底稽查人员的镜头啊、甲水桶大拢有吸着水，而且稽查的结果甲台电所证实的检测仪器数据差伤多，所以有疑虑。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讲，采样爱看现场来判断使用的工具，迄天会当用卡仔来采样，避免去吸着水。尊重法院的判决，袂阁上诉。稽查员可能就是有在系带跟手指都有碰到水的部分，我们为了确保采样的公平客观性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，不会再针对判决不会再作为一个上诉。市政府强调讲，中火2018年废水超标14届。依法处罚累计超过8714万，今日即摆采样的过程有问题来败诉，后续会列做内部教育训练的教材，全面强化采样的过程甲样片保存的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